就細聽我講，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呢個總真就係貼士暗蔽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二樣嘅事，鏡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，食煙通即是食聞好嘅酸楚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積聚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如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然打開咗塞嘅血管同埋提供營養，正有無限多希望嘅從前，我只係執一周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亮，睇住我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保持頭皮健康。當冇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。如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小費百破，我會再次揾到自己。當然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實嘅努力去教我個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夢見再次跟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燒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哋會甩齊一個新嘅我，如咖啡唔使到身脫髮。